乡村法律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闽南阿敏。嘿 ，Roger， 哦，俺叫無看到咯，最近佢無閒嗬。係啊，同大家紹介下，我嘅妻子朋友 Roger。係，大家好。大家哦，小弟講下咯，而係嘅哦，專門分享美食嘅美食作家啦。我唔錯。係我第一擺同 Roger 講下家訪。是。之前都唔知啊，唔係客家人。嗱係連島嘅客家人。連島嘅客家人。係，唔講係食堂。食堂。唔識講。唔曉得講。剛才今日來到高雄，其實看到幾多好吃的東西。在這麼多美食當中，你會選擇鴨肝麵或者薔海參嗎？那高雄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移民城市，那所以在這個城市裡面，你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種類麵食，像台式陽春麵啊，像汕頭麵啊，對。那像江西傳藝的話，他們定位為這個麵叫外省麵，它的麵等下你上桌可以看，它很簡單，它就是簡單的麵條，東西越簡單。它要呈現的手法，其實細節是更越困難的，越難掌握。沒錯。這個是他們的最招牌，就是他們的豬肉乾麵。真是看起來會簡單。好，然後呢，因為它有一個賞味期限，這個要在10秒之內把它拌勻。對，我拌了哦，拌。因為這樣子，它的麵條跟醬汁才會完全的結合在一起。是不是有加點麻醬？對，你直接聞，它非常的香。哦，麻醬的香氣很重，直接先吃一口。對。好吃嗎？好吃。師傅很厲害，因為那個麵吼，煮嘅時間嘟好。以前都是手工製作的。那後來量大之後呢，其實有一度他們就是引進了機器進來，壓的力道過大的時候，其實你筋性斷裂之後口感會不一樣。所以有一度就是他們後來改成機器之後，其實老客人其實吃得出來。所以現在江西傳藝最厲害的地方是，他們就把它綜合在一起，用一半的機器來製作麵條之後，後面再接他們和麵，就是把麵再重新甦醒回來一個技術，把它結合在一起之後。又讓你現在在吃到它的時候，會有那種口感還存在，手工麵口感。阿明吃的時候可以配一下它的滷菜，滷得很入味的關鍵有兩個，一個是它是用老滷水跟新滷水混在一起，它不炒糖色哦，所以它這個就純粹是靠滷出來的這個醬色。它滷完之後，它要浸泡的時間要夠久，它才可以讓它入味，但是又不能夠太死鹹，所以你吃看看，就是它就是已經完全入味，然後顏色也漂亮。它真的很入味，因為有的會滷味，係表皮味道很重。對。不過以前米線都唔會出，就淡淡的滷香。但是你從老杯食到底杯，英超英雄，但係今日嚟到風散啦。因為我要嚟講唔舒適，而且小姐我那片有可能會請到客家人。我知道，就是臨近陸軍幹校旁邊有一個黃埔新村，你就只要看到門口有掛着那個義民廟大燈籠的那個店家，就是他們家，就是他家了嗎？就是他家。哦，對，很好記。我講一個線索，黃埔新村。黃埔新村。等下就來看他生。哎呦，按講嘅丈夫，佢今年個係男人麼？哦，其實我頭到按嚟看了一下，幾多幾好幾小細重點啦。唔過我本一個丈夫吸引嘅，係個男人係睇面容嘛有看到，所以地位有可能係客家人。你來去看下先。
嗨，姐姐。嗨。请问这个是兰兰吗？哦，对啊，这是兰兰。哦。那其实之前我们在美浓的时候，那我们等一下，你们之前在美浓？对。难怪面熟的，因为我在美浓就有看过这个东西。我们在美浓大概有5年多，那后来是因为家里长辈年纪大了，然后我们就回来到市区照顾他们。哦，所以你们不是客家人？我们不是客家人，可是我们很喜欢客家文化，怎么办？哦，欢迎多多了解。那你们怎么会开始做这个兰兰？其实我本身是学服装设计的。那学服装有一个环节是去参观蓝整厂，那参观完之后，我就自己有省思，因为我想要做比较环保的服装。然后那时候找到兰兰之后，我就开始学习。我们不说100%对这个地球无污染，但是它最基本可以做到90%，那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哦，佢反驳的一种方式来做衫服呢？对。哇，睇到你来看到佢讲的衫服，你有没有私藏什么比较特别的珍藏品？怎么办呢？我每一件都是珍藏品。我知道，兰兰其实独特的地方是它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对，那再跟你介绍一下，我们最比较着重的是蜡染。这是台湾对不对？对。台湾。你有看它后面的台湾是有注音的吗？那这个也是染的吗？也是染的。这要怎么染啊？这是字哎。这个部分是型染，你反过来是蜡染。型染反过来是蜡染。所谓型染，就是我必须要把，就是我设计好图案或是字样，我要先做雕刻。雕刻好了之后，我要上一层糊，干完了之后呢，我再画蜡。为什么我的台湾是用画蜡的呢？因为我觉得台湾它是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在做变化，它是多变的。没错，你根本不是设计师，你是艺术家哦，服装艺术家。所以这种就是染剂，对，就是染剂，它就是染，但它里面有木灰水，有蓝靛、麦芽糖、还有米酒，都是天然的，都是天然的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做染色的话，要麻烦你就是进去，然后我帮你计时8分钟。啊，我下去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？你要把染液挤压进去布里面，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捏。好，其实这样子也是蛮疗愈的。什么事情也不用做，也不用想，就坐在这边，把手泡在燃气里面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可以拿起来看一下，拿一会看到这里哦。哇哦！然后你先把它稍微拧干一下。对，拧干一下。然后你看它现在是绿色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把它打开，然后要让它做氧化。你有看它的转变吗？它正在跟空气做氧化。大家看。太好看，听的也慢慢的有点变化，往看头都拿出来黑有点抢色，它跟空气接触氧化，它现在就慢慢变成蓝色了。对啊，来吧，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南洋，哇，有奖哦！漂亮啊，它是属于你的天空，属于我的天空，哎，很美，很美。而且现在要先晾起来让它干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先让它干。贵重遐个哦，你面前的电脑，偌济工人应该就遐间。Hello， 请问有人提入看冇？有啊。哦，有，哎呦。哦，谁啊哥？忙的事情。讲合法呢，所以你可能就迄明月姐哈。系啊系啊。哦，我迄偌济的朋友啦。哦，吉松朋友来过。明月姐，唔迄来是咧客家人。我喺新竹宝山。啊，侬要对新竹摆那高雄来迄啦。我每就对新竹交来高雄，采香我就老人都讲，无按量出来下去天收好咧。哦，下来天数每个洗条啦。啊，来拄好，我老太老也讲，你也不有本人去申请
做地看给以助代付啊。啊，唔係啊，高雄按發展嘅地方，按到了無新嘅物件，用唔起迄，迄個老物嘅做乜嘅喏？較亮，較亮啊。嘿，加含你仲可以體驗一下個建群文化。哦，無主要係無體驗過啦。嘿，錯啊。安尼，來屯打工換宿，看下做得冇？做得咯，唔過還是榻榻米嘅。唔會啊，等下做些橋嘅面下就水起嚟。哦，望住落個紙款啦。好啊好啊，先參觀一下啦，看下水嘅得冇？好啊。啊，我先打工，然後做啲水。好。明月姐，佢就係你頭都講嘅那產業玉，全球有2000多種，2000多種。對，我這裡200多種。哎呀，嘅種類會做乜嘅啊？我買就喺網絡有啲賣啊。一個地杯有污嘅嗎？冇啊，地杯有嘅冇污嘅，有嘅種係種球啦。種球哦，所以一個係觀賞用嘅。係臭。觀賞哦。唔係輸咧啦，唔係輸咧。係嗰度啱不頭可以加菜嘅講。像我哋種吼，嗰隻甜唔辣，就長得挺高啊，就攞去煎天吼，你給它就幫佢整個長高。啊，煎一蟲啊？差唔多煎暗蟲就做得啦。全帶下計料安尼啦吼。係。啊，煎迄個要個煎下來嘅就。煎下來就做得插花。啊，煎下來安尼做得上一久啊？一禮拜。它不會枯嘅嘛？會有1個禮拜。沒有，差唔多1禮拜。1禮拜。係啊，好，你天天嚟做哦。好。煎好嘅，我去請。好。哇，這皮龜醬呢？你看，而且個眷村的生活吼，其實感覺幾點清啦。像也較靈感頭誒，冇茶味，冇乜個聲音，幾點，啊就聽下袂聽的做事，生活的感覺真是唔會差。也較嘛天色聽的暗暝，來隔天用7架下班，自行宣布下班。今日來到嘅鳳山吼，我第一個就先想到我菜地嘅朋友 Roger， 係想因應該做得同我聽書來請客家人，各位帶我去食咧幾好食嘅料理，同我分享嘅一道料理背後嘅故事啊，有乜嘅文化。後來伊講我做得來黃埔新村行下咧，請客家人，我就提起想奇怪嘅建村地尾會有客家人下，所以吼我就先看到嘅南洋。我說南洋就很興奮咯，因為我哋啊南洋係喺同客家人有關係呢，所以我就先去問咧。不過發現連兩公婆都唔係客家人，但係都幾好客家嘅文化。最特別嘅係吼，連迄個美濃呢，姐姐同我講啊，伊做丈夫做南洋幾多靈感，攏係來自美濃嘅山、美濃嘅風景、美濃嘅詩。後來 Roger 講啊，係有看到兩個移民節嘅燈籠。地尾有一位按到明月節嘅客家人，你來看咧明月節一個重新整修過嘅布記啊，聽伊分享也故事，發現吼伊嘛係很熱衷於生活的人，生活其實冇咁困難啦，但係個生活步調天天咧，佢試下睇下未慢活，今日咧啊睇下未我希望你好好體驗一下建村嘅印尼生活。